因为感受弱势家庭为每一学期的学费伤脑筋，所以新兼南昌保安宫白莲圣母会副会长的议员曲丽丽，家己开钱买1000包的白米，先捐予南昌保安宫，用庙的名义，搁再转送予南家扶中心。不过关键典礼上，议员曲丽丽以走行程未拄好，人并无到位，由助理代表发言。然后邱丽丽议员也希望说，借由这样的行为，让社会可以更关注说这些需要协助的社会弱势，让民间可以共襄盛举，做到帮助弱势儿童，那改善他们的生活跟知识脱贫。这也是他长期服务处在协助发放助学金的这些爱心的义举这样子。那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行为抛砖引玉，让更多社会爱心共襄盛举。议员的关键行动，嘛是宗教社会责任的实行，共同来呼吁各界关心弱势学童的受教权甲生活需求。对家扶中心来讲，600万的助学金，嘛面临需要一点一滴拨款压力。其实是还蛮大一笔数字的，尤其现在经济比较不好，对，所以我们希望说，我们这600万可以顺利筹募到。那我们在1月16号，在成功邮局、还有永乐邮局、还有原店邮局也有办助学义卖，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共襄盛举，帮助我们这一群弱势家庭的孩子。会中小局副局长嘛出席，代表公部门感谢区议员甲南昌保安宫借出抛砖引玉。今日新闻，阮子何乔邦采访报道。